老师，你莫甲这等咧食啦。无啦，我是放这蓝色的纸伫食无。嘿，啊，若叶飞过来，伊看到这蓝色甲伊共色，伊就有机会停落来啊。哦，所以咧，去面迄买也会注意。嘿，无唔对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老师，为啥这买嘢较少？啊，伊边较济，拢规定咧买呢？哦，你想看卖啊？你嘿若是买叶，直接飞，嘿才看。鸟啊，若看到你，会来甲你毒的。系啊。所以买叶足巧的，伊拢会沿着迄壁，啊，摕咧较大迄壁遐开始咧飞的时阵，只要看无伊，所以你看对面足多的无？安尼，我爱去偌济张较有够？看你的技术啦，我可能5张就会使解决啦。你5张解价？嗯，好啊，无来试看卖啊。咱来比一个好啊。来啊。你敢有翕到？看起来敢若无物件呢。无翕到呢。啊，加翕几张好啊。嘿，我来。哦，这只真乖呢。有啦，安尼有翕到啊。买叶啊，到尾变翕残呢。原来翕相嘛毋是逐摆拢会翕到家己满意的。老师讲，有时啊，一个蛋就是几啊点钟，这时阵就敢若会当家己找代志做咯。